扭出新視野，作者鄭柏禮、劉發昌、鄭家銘、黃國麗、陳岳成、尹俊謙、劉敏、林詠詩、余君佩、潘振橋、潘偉新、郭偉君、黃如錦、黃正嫻。推薦序：陳裕光博士、運福龍校長、黃羅輝先生、張慧賢小姐。聲音演繹：袁翠霞。港九街坊福利會孫方中書院李文希同學、林葉紅同學。錄音剪接及混音 Team。 接頁。2020扭出新視野創辦於2019年6月14日，第一屆籌委成員由創會主席劉發昌等11人組成。第二屆於2023年2月17日開始，由鄭家銘擔任主席。願景：扭出新視野，享受新驚喜，把香港打造成全球盲扭之都。使命：創建傷健共融的社會平台，宣揚扭出可能的信念信息，傳播盲扭精神的樂觀種子。價值觀：人人皆有潛力，但要啟發合適；人人都想成功，但要領導帶着去衝。害怕失敗是人之常情，若能克服就不孤零。困難是想象出來的，掌握方法解難，從容不迫。只要工具合適，人人都咁出色。價值：扭轉框框，扭開潛能，扭出信心，鼓勵視障人士繼續發光發熱，鼓勵年青人勇敢面對困難，激勵香港人永遠自強不息，期望引起更多人扭出新視野。